路加福音灵修默想，有告耶稣出世。本日经文：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路加福音第1章26节，伊丽莎白怀孕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派到加利利一个城，叫做拿撒勒，去见一个在宿女，名叫做玛利亚。这个在宿女已经甲大毕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婚。天使到玛利亚遐，对伊讲：“平安，你是众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主甲你同在。”玛利亚因为这话非常不安，心内一直在想，这个请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伊讲：“玛利亚，毋免惊，因为你有得到上帝赐福，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伊会做大人物，人会称呼伊做至高上帝的囝。主上帝会将伊祖先大毕的王位予伊，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伊的王国无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讲：“我还未出嫁，哪会有这款代志？”天使应讲：“圣神要临到你，至高上帝的权能要指引你，因为安尼，迄个得要出世的婴仔是圣的，人会称呼伊做上帝的囝。你看，你的亲情伊丽莎白，伊虽然年老，嘛已经怀孕要生一个后生。人讲伊未生，毋过伊已经有生6个日，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伫我身上实现。”天使就离开伊。默想，共一位天使加百列继续执行上帝救恩的计划，传达至权上帝的囝要对一位拿撒勒已经订婚的在宿女玛利亚出世来到世间，名甲君王的地位也已经决定。就若亲像亲目看到天使，听到启示迄款惊吓、王爷的祭司撒加利亚，玛利亚也回答类似的话，讲哪会有这款代志？是安怎？即摆上帝无甲教示？想看卖迄当时的社会背景，未结婚就怀孕会有啥物款效果？煞接天使传达鼓励应允，阁互伊线索。咱对即个查某囡仔，通看到啥物款值得学习的信用模范呢？咱同心来祈祷，掌理万有的上帝，感谢你将玛利亚的故事摆列伫阮面前。伊真心相信上帝无一项事是做袂到的，毋插性命危险，用奴仆的心顺服上帝的话，成就伫家己的身上。也因为安尼，愿通进入上帝国救恩的内面。恳求主赐予阮若亲像玛利亚的信心甲勇气，伫即个世代使用阮成做福音的仆人。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